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虽然昨天有台风的消息，但是我们台南到现在才开始下雨，希望后面的雨势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都能够得到安全。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同样的将荣耀归给他。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大家都得到恩典跟祝福。我们现在默祷，预备开始今天第二堂华语的礼拜。诗篇106篇第1节，我们要邀请现场的弟兄姐妹一起，大家同声来读这一段经文。好，预备来，要赞美上主，要感谢上主，因他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的，我们要赞美他，要感谢主，因为他的至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要用诗歌来敬拜他，要用祷告来跟神连结。我们也一起要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先要请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一起来歌颂。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在这主所定的美好日子，我们再一次聚集在教会这边，一起来敬拜赞美主。也愿主的保守，主的圣灵也降临，无论在这里或是在家中，在你在网络前的荧幕前，一起来领受上帝，也来我们用祷告跟赞美的诗歌来认识他，来跟他交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拣选，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主你的子女，让我们可以用歌声、用祷告来与你连结，来享受属天国度的美好。也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诗歌、所有的赞美、所有的思索的或是讲道的，都能得着主你的保守造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用这首主你与我同在来连接上帝，让我们知道，是的，无论世事如何的困难，无论是台风天，无论是大太阳的日子，无论是疫情蔓延，或是各样的战乱等等频繁，我们都能够在这当中得着平安，因为主他与我们同在。领导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怕。
神，我们要以挂爱的来到他面前，将我们所要的都全然的交托给他。我们一起来为着我们自己的灵命，甚至是为着我们的牧养我们的家人或是兄姐或是以及牧者来代祷跟感谢。特别是在这段期间，我们当中有家人有父母伤亡的，或是有亲人死亡的，或甚至在这段期间生活可能在经济上有陷入一些困扰的，或是工作上有一些困扰的，或是当中有学子们进入一个新的学习的环境，有许多的一些不熟悉以及混乱还没有整理出程序来的。那这当中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区长，甚至我们的团契会长以及牧长都不断的陪伴跟关心，让我们一起在这当中彼此扶持、彼此相顾，也彼此建立。所以我们来为这个将这个来放在我们祷告上。以及第二点，那也因为这段期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到这当中，甚至有些人也还没有注射疫苗，所以造成我们对这个疫病的抗体可能还没有那么好。我们也我们也祈求主，让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每个人民都能够平安的去接受疫苗，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让我们可以真正在这样一个混乱当中，仍然有着健康的身体，仍然有着这个平安的心灵。我们为这个来祈求上帝也保守这样的疫病快的过去，让我们可以尽快的恢复以往的聚会，一起弟兄姐妹再来到教会当中一起交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感谢在一切当中你的靠谱保守主，主，我们在危难当中仍然坚定的站立，主，我们献上的感谢，主，我们透过教会参考为生的事，为事，长子他们在我们当中，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实行。每位牧师来到他们所生的见证，学生的祷告，主带领他们在服事当中，主啊，就让他们经历分享，他们所事工。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虽然这世界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灾祸，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就有平安。感谢你，虽然疫情仍然在这世上流窜，但是我们台湾特别得主你的保守，甚至世界各地也已经快的研发出疫苗，甚至可以治愈的这些药物。求主你继续带领全世界以及台湾能够在这个疫病当中，我们更是坚强，更是勇敢，彼此相助不只是对自己国度内，对这些更贫穷的国家，我们也愿意去关怀，愿意伸出援手，在疫病尤其是疫苗的供给上，让这些需要的人，让这些需要却没有能力去得到的这些人，也能够同享这些疫苗的保守。求主你带领，也保守求主你保守我们教会，因着这个疫病的关系，众人无法全部都来到教会当中，一起来领受，一起来享受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个教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电话、透过网络等等的连结方式，使这个疫病不阻挠我们，也不阻挠主你对我们的爱。愿主你继续保守带领，让我们在这当中有些新生的、新加入学校的。到了新的学校，或是有新的不同的生活的，你愿主带领保守他们，使他们可以在新的环境当中有更好的学习，有喜乐的心，有平安的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快进入秩序或是透过网络学习的，求主你特别加添保守，使他们的一个秩序能够维持，不要因着在网络而阻挠了他们的学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现在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主你永远与我们同在。是的。
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当你风声一续降临，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天不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当你风声一续降临，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天不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天不磐石，全能战胜，我敬拜你。你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思念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将上定分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失望，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隔绝。你宝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房为我承受，恩典如海，思念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将上定分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失望，不管
深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不管哪地方，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将上你们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不管哪地方，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不管哪地方，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永远不停息，颂赞永远不停息，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座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主耶稣。荣耀主耶稣，荣耀主耶稣。磐石，山在高台，避难所，你掌管我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是你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你对我说：“我是你的仆人，你拣选我，并不弃绝我。我必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必不惊惶，因为你是我的神。你必坚固我，帮助我，必用你的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
凡向我发怒的，与我相争的，竞争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神，你是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忧患、罪孽和痛苦。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站立在神话语的真理中，宣告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来抵挡所有黑暗的权势作为。求圣灵向我显明，以此次攻击有任何可能需要认罪以导致这次破口的原因。天父，求你给我安定的心，当外面环境情况不断的变化，要用你的话语成为安定我内心的力量。今天灿世台风经过台湾，求主慈爱怜悯台湾，让这次台风不会造成更多的灾害，让我们都能平安度过。无论我们身陷在任何的环境，总是主聪明的运用你的手，造的危机无意识，当依靠你当成首要的事情，好照顾我和我的家人，在基督里所得到的真平安。因为你是至高处的掌权者，也看顾地上所投靠你的人，所以求慈爱的神，按着你信实的应许，在凡事上显出你的大能，伸出膀臂拯救我们。一切成就在于我们前人的神，我们自己的祷告不够周全，所以要用你所赐给我们的祷告。我一起来祷告，我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我们看一段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第9章第1节。我们用华语的来一起来念，一起来。耶稣和门徒往凯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村庄去，在路上，他们问一般人说我是谁？他们回答，有的说是施洗者约翰，有的说是以利亚，也有的说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是基督。于是耶稣吩咐他们千万不要把他的身份告诉任何人。耶稣开始教导门徒说，人必须遭受许多的苦难，被长老、祭司长和经教师拒绝，被杀害，3天后将复活。他把这些事说得清清楚楚。彼得就把这一书拉到一边，劝阻他。耶稣转过身来，看看门徒，责备彼得说：撒旦，走开！你所想的不是上帝的想法，而是人的想法。于是耶稣叫群众和门徒得到他跟前来，告诉他们：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那想救自己生命的，反要丧失生命；那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反要得生命。一个人就是赢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他能够拿什么来换回自己的生命呢？在这淫乱和邪恶的时代里，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教训为耻，人只求在他父亲的荣耀中，和他的圣天使一起来临的时候，也要以他为耻。耶稣又对他们说：我慎重地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的会在他死以前看见上帝的主权带着能力实现。愿上帝的话语祝福听他话的人。献书，我们请用影音献诗，献诗完之后，我们请亚茹传道为我们讲道。他今天所讲的主题是生命的路，生命的路。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在主日呼召使我们聚集。主啊，我们在今日渴望听到你的声音，愿你差遣圣灵帮助，使我们能够明白如何选择走你的路，也选择生命的路。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自己在服侍儿童主日学或是青少年的过程中呢，很常会问我们这些大小朋友，
问他们说：“你们觉得耶稣对你们来说像什么？”那有的人就会说：“耶稣好像朋友啊，什么事情都可以说啊。”有的人呢会说：“耶稣好像是一个很会保护他的人，因为好像祷告的事情有的时候都会成真。”然后也有人会说，他觉得耶稣很厉害，因为耶稣他在面对那些宗教领袖的时候，都很敢直接跟他们那个面对冲突，然后又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也有人有点崇拜耶稣。那这种种的耶稣，可能也有正面的，也有人是觉得比较疏远的。我不知道在各位刚刚听下来的这几种当中，哪一些也好像是你认识的耶稣，还是我们生命中有我们自己认识的耶稣？这样子的耶稣，你会怎么跟随？你会怎么看他？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经文段落呢，我们也看到耶稣他问门徒类似的问题，他好奇一般人或是这些门徒怎么看他。所以呢，我们如果自己翻圣经看的时候，会发现在这个第8章是整个马可福音最中间的段落，就是耶稣他的身份，他就是救世主的身份要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在这个关键点，他那个时候已经在加利利地区行了一圈的神迹了，他就往北部的凯撒腓立比那个地区走，边走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边跟门徒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你们现在跟我一阵子了，你们听到人家说我是谁？那你们又看我是谁？”哇！所以这些门徒啊，他们看过耶稣行神迹赦罪，然后赶鬼，也听过他的教导，他们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门徒的代表意见领袖彼得，他就跟耶稣说：“大家看你是，有的人看你是先知，有的人看你是以利亚再来，有人看你是谁，但是我看你是基督。”基督耶稣就是拯救者耶稣的意思。那我们看圣经看到这边，看到会觉得哇，这个彼得好棒哦，他说出一个标准答案了耶。那个时候把耶稣说成是弥赛亚，或是拯救者，或是我们说基督，这3个都是同一个意思。我们会觉得哇，彼得回答得很好。但是呢，其实当时这个名词并不是一个很罕见的名词，因为他在那个时代呢，那个意思有点像我们可能华人社会在那个天下局势混乱的时候，会希望这个世界出现一个真命天子。不是女生的那个，就是有一个秉承着天命出生的人，能够稳定世界的局势。那犹太人的救世主呢，也是这个概念，他们希望有一个人像大卫王一样，带着上帝的应许出来拯救这个犹太民族脱离罗马的统治。所以彼得认耶稣你就是救世主的时候，可能就是带着这样的期待在看耶稣的。这可能也是他持续跟随耶稣的原因。但是我们如果继续看经文，我们就知道了，耶稣后面呢，他开始说明他当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了。他说基督的身份来呢，就是一条受难的路，他会被长老、被祭司长、被经学教师来弃绝，还会被他们杀，然后3天后会复活。当他这样说完之后，彼得他的门徒们就吓到了，然后很震惊。我们知道彼得反而把他拉到一边，跟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不可以这样讲！”哇，这个师生的顺序都颠倒了，变成学生在骂老师。那耶稣也只好反过来指责彼得说：“撒旦，退开！因为你考虑的是人的事，不是上帝的事。”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的张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或是这一群门徒在跟随耶稣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困难，就是耶稣他要做的和彼得或其他门徒期待的完全不一样。
当耶稣开始讲出他当耶稣基督会走的路，会受苦，会受死，这些门徒没有办法接受，也因为这样，所以被纠正指责。而且耶稣还不止说这样子而已哦，他接下来呢还进一步说，你们这些要跟随我的，若要跟随我的人呢，若不是完全的自我舍弃，你们需要完全的舍弃自我，然后举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每个人每个门徒对耶稣都有自己的认识，但是耶稣他很有主权，他没有要照人家怎么认识他就照着做。门徒看他是谁，别人看他是谁，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任务是什么。门徒希望他走哪一条路，走医治的路，走保护人的路，当然这可能也是他的任务的一部分，但是耶稣说他还有一条路是最重要的，那是受苦钉十字架的路，那是他的身份。这条路会被拒绝，被威胁，被杀害，是一条舍己顺服上帝的路。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困境，耶稣彰显他要走的路的时候，跟随他的人可能感觉到的是害怕、厌恶这条苦难之路的混乱还有幽暗，而且其实他们对耶稣应该要怎么做有自己的期待，还会觉得耶稣你这样做错，你怎么可以跟别人这样讲？我想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呢，看到耶稣他有一条路是舍己顺服至死的路，十字架的路，不只是彼得还有那些门徒听到会很惊讶。我们很多时候就跟彼得一样，听到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呼召人所跟随的路，慢慢发现竟然会是这样的路的时候，我们听到是会害怕的，有的时候是会不满意的，因为可能我们对我们的救主也有自己的期待，那个期待落差太大了，更有的时候我们会不知道说，跟随耶稣舍己，那什么叫舍己？我还要舍多少？我还要付出多少？这样子到底是要怎么跟？我相信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人有过彼得的心情，跟着耶稣一阵子之后，读圣经，发现圣经讲了很多安慰的话，但是也讲了很多让人不安的话，特别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当耶稣说起自己钉十字架的道理时，会觉得这个舍己的要求或邀请到底是要舍掉什么呢？我自己在和年轻人互动，或是和一些我自己刚信主的朋友在讨论经文的时候，我常常发现大家一起讨论，包含我自己的时候，每读一次还是要再面对一次这样的恐惧。我自己有一个受洗大概2-3年的朋友，他有时候会打电话来跟我一起祷告。他有一次又来祷告，然后聊天，就聊到他刚好就是看到耶稣邀请人跟他一起走上十字架的路，呼召人跟随他，他真的会害怕。他说：“我很怕，我跟了耶稣之后，我是不是也会遭遇一些不测？然后所以他会觉得好像跟耶稣的联系上，或是要怎么奋力的去跟随，他会有点紧张。”那不只是我这个朋友，也有遇过一些年轻人有这样的疑问，曾有青年表达说，看这样的经文让他觉得跟随耶稣好辛苦哦，因为如果认真看待耶稣的话，面对耶稣，会觉得我自己好多地方要改变，我根本没有那个勇敢的心智，而且也会慢慢发现耶稣有他自己的路要走的时候，我们祷告求的事情，上帝也不一定会给我们啊，因为上帝有他自己要做的工作，还有意志。因此，有的时候这样子的信息，让人觉得跟耶稣好有距离感。到底这个十字架的路是要怎么跟？到底对我们来说，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在这边遇到挣扎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再来思想一次，到底什么叫做舍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舍己它代表的并不是否认我们生命的需要，
而是对我们生命的需要不再执着。如果我们从经文33节来看，我们可以说舍己就是放下自我中心的生活，因为33节说你不思量上帝国的事，而思量人的事。那反过来，当我们单纯以思量上帝的事情为中心的时候，自然就会忘我，而放下自己的一些标准。所以舍己不是说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要放弃，什么都不做，只依靠耶稣，而是说我们看世界的标准重新被定位，重新来衡量生命中的取舍，不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耶稣基督或上帝的心意为中心。我会比喻说，为上帝舍己，我所看到或学习到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是，有点像两个人结婚之后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关系，这两个人生活考量的重点也就不一样了。就比方说，原本自己一个人住，自己单身的时候，要吃什么很随性，要花钱，要整理家，都比较放轻松，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很自由。但是当有了家庭之后，不管是时间或是饮食上的健康，各样的面向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彼此牺牲，才能够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品质，然后也不再能像以前一样这样子的自由。但是这种某种程度放弃自我的状态，却能够成全另外一种新的关系，而会带来另外一种喜乐。拿家庭做比喻，仅仅是一种有某种程度的牺牲的比喻，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当我们为另外一个我们觉得更有价值的东西在努力的时候，好像原本觉得困难的事情就没有那么艰难。我也在想到另外一个例子，这就像这几个月来疫情来的时候呢，我听闻很多自己敬重的牧长或是年纪较大的传道的朋友，其实有的人不是很会用3C 用品，然后要学那些什么 Google Meet 啊什么的那些，就觉得很抗拒，就很不想要，就是因为本来就很不熟悉，很不会弄，然后要面对自己不会弄的东西。但是呢，这些同工或是认识的长辈呢，因为聚会或是因为仍然看重跟会有灵命交通互动的需要，他们就在上帝面前学会放下自己的抗拒还有害怕，一步步学着怎么做影片，怎么成立线上的聚会。我想这是我看到的一个舍己的比喻的图像。我想跟随耶稣的舍己也是一样，或许程度不同，但是因为想着更宝贵的好，就甘愿放下现有的好，甘愿让自己某一个部分受限制，或是某一个部分在突破。所以舍己不是觉得好像很困难，我要把很多东西丢掉，而是一种因为投入了与上帝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因而对其他东西放手，不执着，不被捆绑，投入与上帝关系的这种忘我的状态，喜欢享受这种关系的状态，帮助我们对其他事情有一种自由，那种自由就是我们有力量可以放手。好，所以好像舍己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听或做起来还是很困难，会觉得说好啊，这好像讲道理也有一点通啊，但是为什么我很多部分觉得还是很难放手，很下不了手呢？为什么有的时候看耶稣基督的路就还是觉得不吸引人呢？我想耶稣他明白门徒心中的很多顾虑，所以在今天的34节到38节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用几句经节再重新调整门徒看世界的眼光，再调整他们观看世界的一个价值观。我们先看第一点，在经文里面耶稣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之后，接着说的就是说，因为你们要救自己性命的会丧失生命，为着我的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性命的反而会得到生命。这真是一句奇怪的话，它是一个
好像似是而非的那种悖论的一个言语。但仔细慢慢品味之后，就可以慢慢的了解说，其实这句话它提醒了说，人并没有这种智慧来掌握自己生命的主权。若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什么，那这可能只是一个幻象。掌握生命的是神，而不是人在掌握生命。就算人用自己的判断，想用各样的行动或是智慧，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终究不能完全控制生命的发展，而且可能导致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那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能够掌管的事情。那到底生命在哪里？我们如果用人的智慧不能掌管，那到底神的智慧是什么？上帝说，你走十字架的路，走一条顺服舍己的路。我们看起来好像丢掉了很多东西，我们好像放手了很多东西，但是上帝会在这个过程中让你得到生命，就像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上帝又加给他的一样。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过程，但是耶稣第一个挑战这件事。门徒们啊，你们生命的主权是谁？我们生命的主权是谁？第二个，耶稣接着又用2个问句来问门徒。耶稣很急迫的说，人得着世界，但却又丧失自己的生命，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们刚用什么代价来交换自己的生命呢？所以这2个大哉问，这里面如果我们看原文的用语很有趣，就是说你们要赚得什么，就是他的用语是一个商业的用语，就是说耶稣邀请门徒要会计算我们一辈子要得到什么，一辈子真正有价值的是什么，而不是懵懵懂懂的就这样人过就跟着过了，头脑清醒的算你要赚到什么，你要花什么东西去赚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就把它放下了。我们要赚到的是世界，是受造物，还是生命？那是属于创造我们的主。这边耶稣请他的门徒做一个选择，用2个大哉问。接着在第38、39节，耶稣更清楚地说明另外一种对照，就是2个世界观的对照。他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与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哇，这句话听起来很严重严厉。那我再稍微解释一下，这边的淫乱不是指那种男女关系非常的混乱，圣经里面的淫乱指的都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对上帝没有忠心，甚至是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在灵性上是跟很多不同的偶像来有交集的。所以耶稣在这边再一次挑战了门徒，一个世界的价值观和上帝看一切的价值观有时候是对立的。世界一定会笑上帝，那上帝在最后那个日子里会嘲笑这些空空的人，那我们要选择的是哪一边？第4个，最后在第9章1节，在9章1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经历死亡以前必定看见上帝国带着能力临到。所以在这个9章1节的部分，耶稣是给门徒一个应许，他说，我前面讲这么多，但是最后你们先看看我的能力会彰显，你们到时候愿意走哪一条路。如果我们顺着经文的脉络看，我们就知道耶稣这个时候对门徒讲这些很像很凶、很像很下马威的话之后，接下来门徒就看到他登山变相这样子荣耀的事情。接着耶稣就往耶路撒冷走去钉十字架。所以虽然这个事情好像是发生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但我想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有机会看到
还不完全，但是已经看得到的上帝的荣耀，这也是主可以给我们的应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已经默默的看到了点滴的见证，或是我们可以听到的奇迹，是从我们的弟兄姐妹或是教妹中传出来的，教会中传出来的。所以，就当耶稣用这4点来挑战门徒的时候，我们选择怎么看？我们选择哪一条路？我不知道大家在这样的选择中有过什么样的体会。在这几个月的疫情当中，我其实和有几个一起祷告的伙伴或小组中有分享过，我其实是一个很不喜欢变化的人，我是蛮喜欢比较平稳有节奏的生活。但是呢，在疫情期间，服事上有很多的变化调整，有的事情是我本性上或是个性上几乎是会没有那么擅长，或是根本没有那个勇气去尝试的。比方说录影录自己，我有时候看自己看10秒就看不下去了，还想要录自己等等的，或是学习另外一种模式的聚会规划，很多事情我都还要找老师去学习，就是有能力的长辈去学习不同的方式。当然这些东西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可能我自己的内心，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软弱，而且明白自己有限制的人。不过感谢主，在过程中很多的帮助，并不是我这个那么容易抗拒或拖延的人有拖延到的，因为有很多的伙伴、同工，甚至是长辈，来自教会或其他地方，他们主动愿意来帮助我，愿意陪我祷告，陪我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我才发现耶稣基督的恩惠是那么的大，他一直在提醒我，抓住那条有价值的路，不要再紧紧抓住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性格，或是自己不愿意跨出去的事情。而当我一步一步来学习新的部分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中，虽然有不确定，但是却有一种新的喜乐，是上帝在帮助我进行许多能够服侍他的事情的喜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走比较辛苦的道路，是需要放下一些自我中心的判断想法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上帝在这当中的掌权，会比我们掌握自己的生命更好？我们愿不愿意相信，当我们更深的投入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那种会翻转我们生命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喜乐，而是上天浇灌喜乐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是十架的奥秘，也是十架特别的地方，是十架特别的生命。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跟随你的人有许多的限制，对你的不认识，对你不一样的想象。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你是这么清清楚楚的说明了你的道路，好叫我们知道那得恩典的路的样貌的样态，而你已经走在那一条路的第一位，就是完全顺服于上帝、舍己十架的路。主耶稣，你走在前头，帮助我们跟随你的时候，就不去害怕，因为从你复活的过程中，我们知道这恩典是何等的大，而这能力不出于我们。我们投入的时候，就能够体会到神加添在这一条路上的恩惠还有力量。所以愿你帮助我们当中，无论是孩子自己，或是我们周遭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有自己在做决定上软弱的，面对苦难的，面对对你有许多的困难或怀疑的，父啊，你重新用你的安慰还有你的眼光来校正我们看待世界、看待荣辱、看待对错的方式。愿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愿你帮助我们在这一条路上能够领受到从你那里来的快乐，这是世人所不能了解的。谢谢你，
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谢谢我们许传道，他用主的话来分享，给我们很多的教导。我们怎么样放下自我中心的生活，不是舍弃自己，而是成全主耶稣的祝福跟恩典，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完整，更加的超越。接下来牧师要做一个报告，报告完邀大家一起来做代祷哈。首先呢，这个报告是一项简短的提醒，那详细的报告我们就看我们的周报哈。第一个是今天下午1点半哈，要召开长职跟侍奉团队首长的联席会。那前2天我们在担心会不会这个停止上班上课了哈。感谢主，早上刚刚第2堂开始才稍微有点下雨，不过下午应该不影响大家的行程。那我们同工长职可以先用午餐哈，那我们1点半就准时开始。第二个是主日学的课程在10点15分就开始了。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如果孩子的时间不允许，只要是10点15以后，我们再打开这个 YouTube 就可以从头看，或是小孩子呢，要想要再重复看就可以再来哈。第3个是下个礼拜是新竹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哈，刚好排在第3主日了哈。那我们由看西街教会的黄伟立牧师要来到我们当中来证道请安跟募款。那我们过去3个多月来因为疫情的关系都没有外来的讲员那期待我们就有不同的牧者来给我们教导，来给我们提醒，来给我们勉励。那也期待如果大家不受影响，能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的实体礼拜有更多人一起来配搭，一起来服侍，一起来敬拜。那也为信竹圣经学院来做奉献哈。第4个是我们第1期的理财有道课程，要在9月23号到12月2号，就在每个礼拜4晚上开始，在我们的心灵转角哈。那这是我们非常有经验的，透过圣经的学习教导，我们怎么样生活最重要的我们的财务，怎么样跟圣经的教导结合哈。那第1期因为我们是属于小班制啦，人额已经满了哈。第2梯次我们在周报里面有那个网址，我们可以上网去登记哈。那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美好健全的财务规划，那特别在信仰上得到更多的成长哈。那第5个就是有关我们哀伤陪伴的事工，每一年有2个时段哈，一个是大概是在3月的时候，一个是在9月、10月的时候。那我们这一期的哀伤陪伴要在927来举行同工训练，再来就是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课程，让有需要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来了解说这个课程到底在学习什么哈。所以在单一的这个当失去的配偶这个线上课程要在10月4号跟10月6号各播放。那我们重要的是，我们弟兄姐妹有认识这样的朋友、亲人，鼓励他先看这个单一的，就是他说，大概这个课程帮助我什么？那这个他就有动力来参加10几周的课程这个是需要我们会有弟兄姐妹来鼓励的介绍另外，同样的这个我们在由马教授所推动的这个哀伤陪伴又新开发，就是引进了一个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关离婚关怀的线上课程。那这个是新开始的所以我们要在23跟30号举行那个同工训练，之后有13周的课程要进行，有13周的课程，每周4晚上
来举行哈。那这个也是同样意思，就是说，也许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友，或是甚至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方面哈，有遇到这种困难的，通常他会比较低调，不愿意跟人家说啦。但是这个是线上的课程，也许就很有隐秘感，你可以从课程当中去看见自己的需要，怎么样从这个人生婚姻的挫折当中走出来啊！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朋友不是基督徒的，都可以鼓励他们来报名哈。那详细资料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办公室来索取哈。另外，奖学金的申请到今天做一个截止，要在月底哈就要颁发了。那我们弟兄姐妹自己的孩子、青少年，如果有符合资格的，请赶快提出申请哈。那今年我们也特别着重在有我们的青少年，他本身有需要协助的，就是助学的部分哈。只要是他能够有实际在参与聚会、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他有这个需要，我们都可以提出申请哈。那请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今天要截止。那其他的消息报告，我们继续为这个灿数台风的来袭哈。那中北部听说也不是很大的风雨啦哈，有时候我们说雷声大雨点小哈。看起来好像觉得大家觉得也有一种矛盾的心了哈，不要来当然最好，但很多人都很喜欢休那个台风假哈矛盾那。没有，当然是大家都平安是最好的哈，感谢主。那第二个是下一季的施工预定表，10月份的到12月，我们也请各单位、各小组长、各侍奉团队能够把所有的侍奉名单提供，让我们的干事能够好好的整理出来哈。那期待下一季的节目能够很顺利推动，因为疫情不会再蔓延哈，我们大家能够得平安。另外，我们要恭喜我们的约书亚的牧区的同工廖艳煌姐妹呢，她经营的红色奇迹福音书房要在9月17号礼拜六来开幕。那我们很多比较资深的会友都知道说，10年前艳煌姐妹的这个书房就有开幕过后来因为从事其他的任务，就是暂停了。不过现在又重新恢复，我们要恭喜他就是有需要你，比如说有一些教会的用品还有书籍啦、福音书籍一些礼品呢，都可以从为艳煌姐妹他们所经营的这个书店能够得到很好的帮助。那就是地址这条路就是在上面是高速公路，下面那条路下面那条在这福尾寮这条路在。等于是沿着高速公路开的这条叫做裕义路，大概在中间的地方欢迎大家有空可以去参观也去给他们做一些鼓励。另外，我们也恭喜我们教会的这个雅比斯小组的小组长，我们的周启安弟兄，他本身是专业的画家他在9月18到11月13要在高雄新思维人文空间举行这个个展非常好的创作，当然是在高雄了。如果大家有到高雄去呢，可以到那边去参观。我知道新思维人文空间大概就是在高雄的，应该是有一个大乐大卖场那边大乐的大卖场，那在那条民族路的附近欢迎有空可以去参加。那最后我们也一起关心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青少年呢，他们有的升大学，有的升高中这些名单都记录在周报里面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些如果名单有漏掉的，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雅族传道，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祝福跟祷告新的学习、新的学校的参与，真的一个很大的适应特别在疫情当中，很多学习都要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求神帮助，也为我们的一些病痛的兄姐，他们得到美好的医治来祷告我们现在做一个代祷，再来做结束。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虽然疫情还没有完全消止，但是我们在台湾许多次的
惊险都能够度过。我们也确信，这一次疫情能够在大家的努力以及我们的防卫单位的努力之下，能够顺利来度过。虽然生活受阻，但是我们能够在用喜乐的心来迎接前面的道路。亲爱的主，我们下午要举行长执会跟联席会议，求你带领我们有美好的讨论，对教会的施工有好的规划。我们为中保代祷事工9月开始恢复了，我们的理财有道，还有哀伤陪伴、离婚关怀都要陆续来推动，求神引导，让这些课程帮助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教会弟兄姐妹有遇到病痛、有遇到工作困难的、有遇到经济的困境的，求神从天上降下满满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用着信心跟倚靠能够度过难关。特别我们为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有的在家中静养，有的在医院接受治疗，特别是遇到癌细胞侵袭很大挑战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透过医生美好的治疗、药物的有效，让他们重新恢复健康。在家中静养的，也求你赐给他们坚强、谨守的心、仰望的心、乐观的心，接受各样的复健跟治疗，能够早日康复。我们也为主日学生、青少年在学校，目前他们大部分的都还没打疫苗，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有好的卫生习惯，也能够避免疫情的侵袭。老年人还没有打第2剂的疫苗，求你也保守他们身心灵都健康。特别是我们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常要出入不同的场所，也求神保护我们，让我们免除一切疫病的侵扰，出入都平安。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平安度过台风的侵袭，后续也让我们能够避免雨水的伤害。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工作、生活、健康、家庭都得神的保守。我们结束这个礼拜要回家的路程，也求你带领我们都平安。献上满满的感恩，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圣经的话语得到更多的造就跟启发。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回应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的诗歌。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能爱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一起来看本月的金句，在周报的后面哈。
那我们用华语的部分，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白白昼，昼，耶和华必必向向我我施施慈慈爱；黑黑夜，夜，我要歌颂祷祷告，是是我我生命生命的的上上帝帝。。诗诗篇篇42篇第八节8节。颂荣，我们唱最后的诗歌。唱完诗歌，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祷。我们一起起立。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天父上帝来的恩典跟赐福。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三位一体的上帝保守扶持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我们大家请坐，我们来默祷，来闭会。祝大家在台风天，大家出入都平安哈！愿上帝保守每一位。我们的长职跟我们的侍奉团队首长哈，我们一起用午餐，然后开会哈，在2楼的会议室。我们用拱手或是点头给彼此签安，说愿你平安，大家平安，愿你平安。